今集內容非常豐富，會一次過帶大家去2個機場 lounge， 體驗頂級嘅奢華飛行流水線。我哋會先去香港國際機場1號閘口旁邊嘅環亞休日亭 Plaza Premium First 裏邊嘅一個獨立空間，叫做 Infinity Room 嘅隱藏專區。跟住登上空中巨無霸阿聯酋 A380 商務艙，喺高空3萬尺感受一下空中酒吧。最後直奔曼谷機場，帶大家開箱阿聯酋豪訂500萬美金打造杜拜以外全球最大嘅旗艦貴賓室。唔講咁多，立即出發。話說匯豐送咗4張 Plaza Premium Lounge 嘅貴賓室券俾大爺，我唔係特別中意 Plaza Premium， 所以送咗2張俾朋友用。朋友用完之後，竟然叫我自己一定要去試下，話同平時去嘅完全唔同喎。咁今次出遊就同大爺親身感受一下有乜唔同啦。去到 Plaza Premium First 個接待員 check in 完之後，佢親自帶我哋入去，經過比較多人嘅一般 lounge 地區之後，就進入咗呢個貴賓室中嘅貴賓室 Infinity Room。呢度完全係另外一個世界喎，安靜，私隱度極高，怪唔得個 friend 叫我自己一定要去下。最貼心嘅係佢嘅 3 course all day menu， 全部現做。喺機場食到酒店水準嘅餐食，仲有香檳紅白酒任飲。頭盤呢個魚子醬蟹肉千層酥同黑松露帶子賣相係咪唔錯呢？味道都相當好喎。主菜大爺呢個牛叉蛋飯就認真好味，我呢個番茄 pasta 就麻麻地啦。連甜品其實佢都整得唔乸西，估唔到 Plaza Premium 都有咁得嘅地方。至於出邊嘅飲食區，你一樣可以攞嚟食。從主食到沙律吧，從酒吧到芝士，真係未上機都已經食飽晒。香港機場 lounge 我會逐個同大家介紹，鍾意睇 lounge 開箱嘅朋友記得訂閱我真遊嘆世界喎。乘客服務方面，佢仲有呢個 shower room。其實我哋入到嚟呢個 Infinity Room 應該可以享受10分鐘免費按摩，不過我就冇預約到，下次有機會先啦。阿聯酋喺2010年10月1號開始用 A380 飛香港。當我2011年第一次坐佢嘅商務客位嘅時候，簡直驚為天人。可惜呢種客機因為營運成本大高，所以已經喺2021年停產。今次拍呢條片，正好記錄我最喜歡嘅機型，留為紀念。阿聯酋 A380 客機座位採用1:1交叉配置，私隱度高。就算你咁樣企喺度望其他位，你都睇唔到人哋喺度做緊啲乜嘢，非常欣賞。座位空間闊落，仲可以180度全平躺，配有個人嘅 mini bar。不過而家嘅 mini bar 同早期嘅就有啲唔同，以前全部都係果汁汽水，而家就係水同零食。機上娛樂方面有 ICE 系統，配備20寸高清螢幕 ，Touchmon 同 Remote 都有。亦有 USB 同插座插電同耳機插口，可以用藍牙連接無線耳機，或者用普通降噪耳機。下面有個鞋盒位，航空公司為乘客提供拖鞋，自己嘅鞋就可以放喺螢幕下低呢個鞋盒啦。亦有為長途客機提供睡衣同 Bulgari 嘅過夜包，咁我都順便介紹埋啦。件睡衣嘅中細碼其實已經好大件，我1.7米。條褲都差唔多掂地，所以除非你有1.85米以上，否則都唔需要大碼。你可以幻想下，當大部分乘客換上呢一種顏色一式一樣嘅睡衣喺機艙裏邊活動嘅畫面，有冇一種囚犯 feel 啊？其實我覺得航空公司可以加多幾種顏色俾乘客選擇。而過夜包裏面有牙膏牙刷、2支 lotion， 一支係搽面，一支係搽身。有止汗劑、潤唇膏、香水、紙巾同鏡仔，啲嘢靚嘅，亦都實用。餐台容易開出嚟，而且都大張㗎。餐飲方面，你鍾意飲酒嘅話，就真係可以飲到夠。大爺頭頭尾尾飲咗成4杯香檳啊！餐食方面，呢一班機頭盤有煙三文魚卷，主菜有雞、羊同 pasta 揀，我揀咗 pasta。一般啦，但係真心比之前有進步嘅，只不過仍然仲有進步空間。餐後會為每位乘客送上2粒杜拜朱古力，為餐食畫上完美句號。阿聯酋商務艙嘅靈魂絕對係機尾呢一個空中酒吧，
你可以隨時走過嚟點一杯 cocktail， 食住精緻嘅小食。當然有更加多嘅乘客係嚟呢度坐低打卡影相，但長途機就真係勁多人中意喺度飲嘢吹水。呢一種一邊坐飛機一邊開 party 咁 chill 嘅感覺，真係只有阿聯酋俾到你。另外搭阿聯酋商務，除咗曼谷航線之外，佢仲會安排機場接送，係一人一部車嘅喎。當然除非你好多行李啦，如果唔係嘅話，2個人一部都 OK 㗎啦，又環保啲啦。一般嚟講，網上訂票之後，你就可以打去客服，佢會幫你安排㗎啦。而洗手間方面，除咗有蘭花裝飾同埋提供紙杯之外，都冇乜其他特別。而家香港人入境泰國，只要出發前3日喺網上高申請 TDAC， 去到之後就可以用 E 通道，非常快捷方便。而回程搭商務客位嘅朋友，或者年過70嘅旅客，亦都可以用快速通道。喺過海關同移民局嗰方面，真係又係快好多嘅喎。最後介紹埋阿聯酋航空喺曼谷蘇凡納布機場衛星航廈嘅貴賓室，佢要喺主航廈搭無人駕駛列車去到 SAT-1 航廈。呢個阿聯酋豪訂500萬美金、翻新面積高達1400平方米嘅全新自營貴賓室，係喺2025年2月開始啟用。目前係杜拜本土以外全球面積最大嘅阿聯酋海外貴賓室。一入到嚟，你完全可以 feel 到嗰種中東土豪嘅氣派。呢度可以同時容納250人，崗位係2班 A380同時起飛嘅商務頭等客量。佢分開有用餐區同埋休息區，每個座位都有插座同埋無線充電座。無線充電真係堅快，非常方便。餐飲嗰方面主要係清真飲食，有沙爹、各種高端中東同埋國際料理。咁口味梗係就未必啱我哋香港人啦。但係我試過呢度長通粉同埋三文魚都 OK 嘅。最正嘅係呢度嘅香檳竟然係用Moet香檳。拎住香檳坐喺呢個無敵落地玻璃面前睇外邊嘅停機坪，都認真唔錯㗎。係差在冇位跺腳咯。而旅客服務方面，佢亦都有普通淋浴間，同埋有一個綜合淋浴間，而且佢都備有呢個祈禱室，分開男女祈禱室。今集睇完呢2個 lounge， 你哋鍾意阿聯酋呢一個曼谷空間感同土豪氣派十足嘅 lounge 多啲啊，定係香港私密度高又有 fine dining 提供嘅 Infinity Room 多啲呢？留言話俾我知啊！如果鍾意呢條片嘅朋友，請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真遊嘆世界，我哋下集見啦！